海關咧本身就係一個有好多多元化嘅工作嘅性質啦。咁例如係保障稅收啦，同埋即係對於一啲非法嘅行為要將啲執法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工作咧，相信係十分之有挑戰性啦，同埋有趣。咁其實我係一個20年嘅畢業生嚟嘅，咁所以而家目前做一啲文書工作。我認為800米跑咧，其實都係對我嚟講比較大挑戰嘅，因為啱啱都有示範啦，個跑速咧其實都相對幾快。咁對女仔嚟講咧，可能訓練嘅時間咧係比較長啲。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想服務社會啦，咁加入呢個部隊，我覺得係一個啲嘅方法啦，同埋香港海關嘅工作都非常之多元化，咁我都令到我好感興趣。對於我嚟講，應該係喺體能測試入面嘅專題項目啦，因為呢一個項目咧喺坊間都比較難有機會去練習。咁今次呢個體驗日亦都俾咗一個好好嘅機會我去即係真實體驗下喺投考嘅時候點樣去穿呢個題目。真係做緊啲乜嘢定係學生？本身出緊嚟工作，做緊一啲關於文員